大家好，我係 Mike， 我會用貼地嘅角度為大家拆解一啲法律嘅問題。而家係馬年啦，祝大家馬年工作順利，身體健康。新年過後，大家都好常聽到一啲法律嘅問題，包括係辭職潮、請假潮、投訴潮等等。咁今日就等我用法律嘅角度為大家拆解新年之後10大常見嘅勞工法律問題啦。阿 Mike 啊，新年之後咧，有好多人咧出完個 bonus 咧就話唔返工噶咯喎。其實咁樣係咪合法嘅咧？可以走㗎。咁而家喺現代社會咧，都唔係一個奴隸嘅制度。咁其實你走同唔走咧，都係跟翻合約嘅條款啦，同埋僱員條例嘅要求。根據僱傭條例咧，如果你係連續性合約，就需要俾7日嘅通知期，咁係最低嘅要求。如果你嘅合同有寫更加長嘅通知期，咁就跟翻合同嘅安排啦。咁你可以俾通知或者俾代通知金。法例上咧就冇限死員工攞完 bonus 又好，攞完其他獎賞又好，唔可以即刻走嘅。咁其實都係跟翻合約嘅要求啦。正因為合約嘅安排係可以自由離開啦，或者交代通知金又好，交辭職信又好，咁所以有啲大公司咧而家設計出嚟嘅制度，譬如將個花紅分半年、分季度咁去發放，透過金額啦、時間發花紅等等嘅限制，等啲員工唔會一次過攞完一個大嘅 bonus 就走啦。而家通訊軟件咁發達，如果全職員工想辭職嘅話，可唔可以就咁一句 WhatsApp 話我唔做啦，咁就可以呢？其實用 WhatsApp、WeChat 等等嘅即時溝通軟件俾出嚟嘅通知，都係可以作為一個有效嘅離職通知嘅。如果大家怕 WhatsApp 或者 WeChat 等等嘅記錄有機會引起誤會咧，咁建議大家都係補翻一個書面嘅通知或者電郵作為記錄，咁就大家都避免一啲口同鼻拗嘅爭議啦。公司 HR 咧最怕就係有人話旅遊翻嚟之後就病嘅呢啲請病假啦。咁僱主可唔可以懷疑甚至係拒絕呢啲嘅病假嘅咧？甚至乎佢可唔可以即炒呢個員工嘅咧？咁最基本嘅原則咧，如果喺香港嘅法例底下，佢可以交出註冊西醫或者註冊中醫嘅醫生紙，僱主係冇權拒絕有效病假紙所申請嘅病假，亦都唔可以即時辭退啦，或者無理咁扣起佢嘅人工。咁其實僱主喺原則上咧都要承認嘅。如果僱主有一啲合理嘅證據揾到員工可能係病假，譬如喺員工嘅 IG 見到佢明明放假，但係就連群結隊咁去咗行山啦，或者去咗啲病咗唔應該出現嘅地方，或者做一啲病咗唔應該做到嘅事，譬如跑步啊、比賽啊等等，僱主固然可以用一啲合理嘅理據去展開佢嘅紀律調查，同埋俾出佢嘅處分。嚴重嘅情況，如果涉嫌欺詐或者病假、假嘅假紙啦，咁可以報警處理，因為可能係涉及刑事嘅行為啦。新年期間好多人去旅行啦，但係新年假期過後咧，好多時候有一啲嘅人可能係會因為航班延誤啦、簽證啦、天氣嘅影響咧，結果返唔切香港嘅喎。咁僱主可唔可以計佢哋曠工呢？其實咧，根據法例咧，就冇將啲情況分得咁細嘅。譬如佢係自己安排不當啊，定係不可抗力嘅原因而返唔到工，而有咩處分？咁如果我哋睇返法例咧，一般嚟講，員工缺勤咧，只能夠將佢缺勤嗰日嘅工資扣除返。員工缺席，咁佢嘅後果咧就係可以扣起嗰日缺席嘅人工。咁但係如果有返咁上下規模嘅公司，佢就可以制定返相應嘅員工守則啦。譬如講返缺席嘅原因係因為自己安排不當，定係不可抗力。咁可能喺唔同嘅情況之下，有唔同嘅處理方式。如果係一旦經過頒布去實施，員工亦都接受嘅話咧，咁就要負翻相應嘅後果啦。咁其實要用曠工呢個理由去炒員工咧，都要證明嘅門檻亦都係非常之高㗎。咁譬如用翻曠工為例啦，可能你重複警告，佢又再曠工，你又再警告，佢都係曠工，累積一定嘅記錄之後咧，咁公司就可以以 guilty of misconduct 行為不當嘅理由去構成即時解僱嘅原因啦。一般員工喺公司終止去合約之後咧，尾糧係應該幾時要俾嘅咧？其實7日之內就要 full pay 㗎啦。咁至於長期服務金或者遣散費咧，就有2個月嘅時限去處理嘅。咁如果即炒又點計咧？咁如果係即炒嘅情況，僱主係唔需要俾代通知金，按比例嘅年終酬金、遣散費同埋長期服務金。咁但係僱主仍然需要出翻累積咗嘅工資、假期同埋年假相應嘅薪酬嘅。新年返工咧，其實使唔使補假嘅咧？如果係一啲本身年初1至年初3都要開工嘅行業，例如 sales 嗰啲，咁又計唔計補假咧？係嘅，根據翻香港嘅僱員合約同埋勞工法例咧，其實初1至初3作為法定嘅假期，必須要補假嘅，無論係前補或者後補啦。坊間有好多所謂買假嘅安排啦，即係出錢就唔需要你放假，或者唔俾你放假。咁嚴格嚟講，根據翻法律咧係唔合法嘅安排。
咁假如本身已經終止咗合約，喺個通知期裏邊，可唔可以再安排員工放大假嘅呢？咁呢啲所謂逼員工清晒啲假先可以離職嘅做法呢，其實法例上並冇俾僱主有呢個咁嘅權利嘅。好多時亦都係睇翻雙方嘅合約，甚至乎更多時係要睇翻實際嘅情況，僱主僱員之間嘅一個協商去安排，究竟放幾多大假，剩翻嘅假究竟係 cash out 嘅方式，定係放晒啲假嘅方式，或者係一個 half 等等嘅方式，其實都係交翻僱員僱主之間可以去協商嘅。咁好多公司新年嘅時候咧都會出花紅啦。究竟 bonus 算係必俾定係叫做酌情嘅呢？如果一間公司嘅合約寫咗俾 discretionary bonus 嘅話，但係個員工表現又未符理想，到最後間公司可唔可以1蚊都唔俾佢嘅呢？係啦，咁首先就要睇翻當時合同點樣寫啦。如果佢嘅字眼係寫得比較肯定，冇話要 KPI，冇話其他要求，其實係工資嘅一部分嚟嘅。咁如果合約上面寫明係 discretionary 酌情嘅話呢，除非你去打官司，然之後證明到其實公司係年年都俾，唔需要跟 KPI，係人都俾嘅。咁如果唔係嘅話，寫明酌情嘅時候，公司往往都係有個酌情權，係可以俾，可以唔俾嘅。補充多少少，如果法庭到時攞住 discretionary 呢個字眼，要打起官司上嚟，法庭究竟會睇啲乜嘢呢？其實法庭都係會視乎實質嘅情況，唔係淨係睇個字眼嘅。譬如員工證明到公司係人都俾嘅，年年固定都會俾呢個所謂 discretionary 嘅 bonus，實際上佢其實係一個每人都有嘅13或者14個月糧。咁就算僱主揸住 discretionary 呢個字喺合約上面，亦都未必一定能夠站得住腳嘅。有啲公司咧係新年先至出 bonus 噶嘛。假如有啲員工係3月或者4月入職嘅話，咁間公司係咪就好合理地可以唔俾佢成年嘅 bonus 呢？如果你當時嘅合約已經寫咗話唔返夠1年嘅員工係唔 entitled to bonus 嘅話，咁我唔俾 bonus 你，亦都好合理嘅。咁但係如果合約冇寫得好清楚嘅話呢，咁你作為僱員呢，可能可以拗有一個隱含嘅條款，嗰個 bonus 咧可以跟翻你入職嘅相應嘅年資去打翻個折俾你嘅。咁啊，如果你諗緊要唔要告翻你以前嘅僱主呢，都要留意翻，其實根據香港嘅時效條例呢，一般嘅違反合約，你只有6年嘅追訴期嘅啫。咁好多公司咧都會揀喺新年之前俾咗個 offer，或者個同事收咗個 offer，新年之後先返工啦。咁如果新年之後間公司突然間反口，或者員工簽咗約又突然間 no show 唔返工嘅話，其實呢一度會唔會有任何嘅法律問題呢？咁對方又可以點樣做去保障自己呢？咁啊，其實都要視乎翻個 offer 嘅性質，同埋係咪已經變成一個有約束力嘅合約。咁如果係一個有約束力嘅合約，任何一方違約嘅話咧，對方作為冇過錯嘅一方都有機會向你追討損失嘅。咁如果已經形成咗有約束力嘅合約嘅話咧，作為違約嗰一方，無論係準僱主或者準僱員都好啦，都有機會俾冇違反合約嘅一方去追討帶嚟嘅損失嘅。如果你係違約嘅一方，咁你就有預期對方有機會向你提出追討損失嘅風險啦。其實根據翻一般嘅合同法啦，如果合約冇一啲好直接寫明嘅條款，你又想話對方違反大家覺得存在嘅條款呢，咁就要揾出隱含嘅條款啦。咁你就要攞出證據啦，可以係書信、email 或者 WhatsApp、WeChat 等等即時溝通軟件嘅一啲記錄啦。咁但係如果你純粹話口頭講過，冇白紙黑字，冇任何記錄嘅話呢，相對嚟講就有啲難度嘅。咁同埋法庭對於已經寫落嚟嘅字眼咧，其實都會重視一啲嘅。你要證明有隱含條款，其實個門檻都幾高下嘅。咁就曾經有隻 case 嚟諮詢，作為一個準員工，佢喺未返工之前咧，公司就收翻個 offer。咁但係佢收到呢個消息之後，好快又揾到第二份工。咁當佢嚟諮詢嘅時候，問可唔可以告呢個公司攞啲賠償啊？其實佢根本就冇乜實際嘅損失。就算你告人一單 case，可以得到嘅賠償咧，將會係非常之有限嘅。最後啦，有冇一啲僱主新年之後可以留意或者要做嘅嘢，可以俾啲 tips 我哋呢？咁啊，新年之後開工，除咗擇個吉日同埋派利是振奮士氣之餘咧，勞工嘅法例大家亦都要注意嘅。第一點咧，其實比較近期一個更新就係由2016年嘅1月18號開始咧，沿用咗幾十年嘅418規則，正式俾468規則去取代咗。同大家複習一下咩叫418規則啦。以前就係連續4個禮拜，每個禮拜工作18個小時以上嘅員工咧，從而得到有薪病假、年假等等嘅一啲法例嘅保障。咁喺新規則之下咧，就唔係每個禮拜睇㗎啦。咁只要員工喺連續4個禮拜之內合共返工嘅時數到達68個鐘咧，咁佢而家喺新嘅規則之下咧，都會被認定有一個連續性合約嘅存在，得到勞工法例同埋其他福利嘅保障。假設佢第一個禮拜1個鐘都唔返，但係佢第2、第3、第4個星期各返咗23個小時，咁
咁4個禮拜計起上嚟呢，咁佢已經返超過68個鐘，呢個員工亦都會被認定係有一個連續性合約，從而得到法例有薪年假、病假等等嘅保障。就住呢個新規例嘅改變啦，僱主同埋 HR 部門亦都可以審視返原有嘅合同安排，有冇啲條款要改啦，確保唔會喺一個意外嘅情況之下，將一個兼職嘅員工升格成為一個連續性合約嘅員工。要合法去安排工作嘅時間，咁啊當然最低限度你都要有一個良好嘅記錄啦。因為其實個法例就係睇返過往緊接嗰4個禮拜嘅情況。咁如果記錄周全，無論係 Excel 又好，或者一啲自動計算嘅軟件都好啦，咁就可以避免喺最近嗰4個禮拜某個員工嘅工作時數超過68小時嘅呢個限制啦。唔知各位僱主睇完我呢條片之後，仲有冇其他問題關於商業或者法律嘅想嚟問我呢？如果有嘅話，就喺我條片下邊留言話俾我知啦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呢條片，請你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呢個 channel。我係阿 Mike，下次見。